正話嗰啲唔係表演嚟㗎。OK。每次都嚟到呢個位，因為大家就見到大家嘅掌聲都唔繼續拍落去，就咁停。我將軍就專登就停一停，等大家繼續拍掌。好，就擺高少少。嗱，正話都係 rehearsal 嚟嘅啫，都係彩排嚟嘅啫。彩排嘅俾大家睇得到咧，通常咧就係入電視城先見到嘅。但係既然而家咁近將軍澳同電視城都係爭好近嘅啫，而家我哋睇咗2次 rehearsal， 今次嚟真㗎啦！請大家俾多啲掌聲。冇緊張，慢慢嚟。不如咁啦，我哋請埋 Ian 同埋樂婷嚟到台上面，一齊陪住 Daddy， 好唔好啊？我哋試埋嗰幾個音先。哇！呢個咪出得好好咯，完全冇問題嘅。嗱，方位唔啱，樂婷同 Ian 咧，你要企過嚟呢邊，please stand here， 係啦，望住 Daddy， 係啦，慢慢，我哋嚟一次，應該叫咩加油好咧？大聲啲加油！繼續。
你問我愛你有多深，我愛你有幾分？我的情也真，我的愛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情人，我愛你有多深，我愛你有幾分？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輕輕的一個吻，已經打動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問我愛你有多深，我愛你有幾分？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所以張生喺嚟緊生活點解冇咗張牌啊？一齊影相先，張牌同張生，同埋 Ian 同埋樂婷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好，影張相先，好，望住中間，影張相先，一個好特別嘅項目，因為就係有 NG，先至令到成件事係更加美滿，係咪？如果唔係，點可以請到張牌上嚟唱咧？再嚟多一張，好似成雙影多張相，相啫。正話張生同張太片好唔好？